以斯帖记第2章，以斯帖做王后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亚哈随鲁王的受气煞，就想起花实地甲伊的所做，以及家己安怎办伊。事后王的人神就参详，要为着王找水的在色女。因对王讲，请王派官员去全国达省，找所有水的在色女，调集因来苏珊城的后宫，交互管理女子的太监希该，佮供给因化妆品。王佮意的女子，通甲伊设立做王后，代替花实地。王欢喜这个建议，就安尼做。苏珊城有一个犹太人末底改，是便雅悯支族基士的曾孙，示每的孙，爱尼的囝。以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掠犹大王约雅斤甲人民去的时，末底改嘛伫遐流亡的人中间。末底改有一个结拜小妹以斯帖，起表来名合大沙。爸母已经过身，末底改收伊做家己的查某囝，甲伊养育。以斯帖的面貌水，身材好看。王的命令甲法令已经宣布，就有真侪女子送来苏珊城，交互管理女子的希该。迄时，以斯帖嘛受送入后宫，交互希该。希该真介意以斯帖，好款待伊，赶紧将化妆品甲应该得的食物互伊，佮对王宫选7个宫女，甲伊侍候，将伊甲遐个宫女刷去后宫上好的房间。以斯帖听末底改的吩咐，毋捌甲人讲伊的身世甲宗族。末底改逐日伫后宫的头前行来行去，爱知以斯帖有平安也无，以及伊安怎伫生活。照规定，种女子要见亚哈随鲁王以前，得有1年的准备，就是6月日用木药的油，6月日用香水甲化妆品美容，才照次序一个一个入去见王。女子对后宫入去王宫见王的时，伊爱什么拢会互伊带去。下昏时入去，过早起就互人带去另外一个后宫，交互管理嫔妃的太监相甲。若毋是王介意，佮摕去伊的名吊伊，就袂当佮入去见王。轮到以斯帖着入去见王的时，管理女子的太监希该交互伊的物件以外，伊拢无讨别项。所有看到以斯帖的人拢真学乐伊。伊是末底改的阿叔阿比海的查某囝，互末底改收做查某囝。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，就是特别月，以斯帖互人带入去王宫见王。王爱以斯帖超过其他的女子，伊比其他的在色女搁较得到王的疼惜甲恩惠，所以王用护冠抵伫伊的头壳，设立伊做王后，代替花实地。王用以斯帖的名办大宴席，邀请文武百官，宣布全国休假，佮慷慨送礼物。末底改救王的性命。遐个在色女第2遍自击的时，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。以斯帖照末底改的吩咐，毋捌甲人讲伊的身世甲宗族。以斯帖拢有听末底改的话，甲以前受伊养育的时相款。有一日，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执行职务的时，有2个过门的太监辟探甲提列，怨愤佮计谋要害亚哈随鲁王。末底改知即个代志，就甲王后以斯帖讲，以斯帖就用末底改的名，将即个事对王报告。经过调查，
证实有这个事，因两个人就互人吊死伫茶架顶。这个事有伫王的面前记入大事录。